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副主席胡锦涛今天下午在人民大会堂会见了古巴国务委员会主席兼部长会议主席卡斯特罗。胡锦涛高度评价中古友好关系，他说：“中古两国和两国人民有着深厚的传统友谊。近年来，在两国领导人的共同关心和推动下，中古关系不断发展。中古两国都是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有共同的理想和信念。不论国际形势发生什么样的变化，我们对社会主义前途的信心不会动摇，我们坚持走符合本国国情发展道路的决心不会改变。中国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将坚持中古长期友好的方针，推动新世纪中古关系取得更大的发展。”胡锦涛还祝愿古巴人民在建设社会主义道路上不断取得新的成就。卡斯特罗再次祝贺中共16大的召开和胡锦涛当选为中共中央总书记。卡斯特罗说：“我一直关注着中国的发展，希望利用这次访华的机会，好好了解中国经济建设的经验。”他说：“中国是一个具有悠久历史和文明的大国，在国际上具有重大影响。希望古中政府和人民一如既往地互相支持，不断加强两国关系。”中共中央国家主席江泽民今天上午陪同正在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古巴国务委员会主席兼部长会议主席菲德尔·卡斯特罗参观了上海浦东新区，这是卡斯特罗第2次到浦东参观访问。上午9时30分，江泽民陪同卡斯特罗乘车前往位于浦东新区的上海科技馆，两位领导人听取了上海市副市长姜思宪关于浦东发展情况的介绍，并参观了科技馆的科技展厅。随后，江泽民和卡斯特罗来到以城市、人、环境发展为主题的上海市城市规划展示馆。在上海城市发展规划模型前，上海市市长韩正向两位领导人介绍了上海城市建设发展情况及未来规划。据介绍，到2020年，上海的城市发展目标是把上海初步建成国际经济、金融、贸易、航运中心之一，基本确立上海国际经济中心城市的地位。参观过程中，卡斯特罗不时提问，并高度评价中国改革开放所取得的巨大成就。他还表示，希望进一步加强古中两国的经贸合作关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上海市市委书记陈良宇、国务院副总理钱其琛等陪同参观。当天中午，江泽民和卡斯特罗共同出席了陈良宇、韩正举行的宴会。当天下午，卡斯特罗圆满结束了对中国为期4天的国事访问，乘专机离开上海。临行前，江泽民同卡斯特罗在锦江小礼堂亲切话别。卡斯特罗是于昨天晚上在江泽民陪同下由南京飞抵上海的。昨天下午，江泽民主席还陪同卡斯特罗参观了南京熊猫电子集团。下午3时许，江泽民陪同卡斯特罗冒雨来到熊猫电子集团总部，在集团产品陈列室会议厅，江泽民和卡斯特罗听取了集团领导的汇报，一同观看了集团情况介绍录像。江泽民和卡斯特罗分别发表了简短讲话，并参观了集团的产品陈列室。熊猫集团2000年10月签订了向古巴出口100万台彩电的贸易合同。2001年4月，江泽民访问古巴时，双方签订了信贷合同，标志着向古巴出口彩电的项目正式启动。参观了产品陈列室后，两国领导人兴致勃勃地参观了熊猫电视机生产线。参观结束时，江泽民和卡斯特罗欣然在公司的留言簿上签字留念。国务院副总理钱其琛等陪同参观。当天晚上，江泽民和卡斯特罗共同出席了中共江苏省委书记李元朝、省长梁宝华举行的宴会。江泽民主席夫人王冶平、国务院副总理钱其琛和夫人周寒琼等也出席了宴会。江泽民和卡斯特罗是于28号下午早些时候由北京飞抵南京的。预控金安春